19日，星期一，有識之士，教到 banana 生日快樂。1月19號發生嘅事係，望之池登陸中華碼頭。望之池為港海陸嘉年華設置喺中環6號碼頭嘅2樓空中花園舉行。嘉年華以遊樂場仲有水手造型嘅望之池作主題，有8個主題遊戲區，然後又有近2000尺嘅充氣迷宮、6米高嘅滑輪板面水泡垂滑梯等等，然後天台又有一對8米高嘅巨型無擁有望之池，夜晚仲會有唔同燈效，等大家可以置身於望之池嘅繽紛世界。所以已經係超級耐之前興嘅公仔，唔知你而家出門會唔會見到呢？因為 Labi 有印象，而家出門間唔時係仲會見到，雖然冇咩黐卡哇或者冇 Sanrio 嗰啲公仔見得咁多，但有啲賣公仔多啲嘅鋪頭都仲係可以搵到。今年想帶近一幫 Nana 講嘅嘢係，今年都係好穩定咁晚，間唔時見下。當 Labi 有印象，你尋晚你有5周年直播有出現耶。Labi 覺得而家咁樣都幾好，就係我哋間唔時見下。我又知你仲喺度，你又仲記得有火靈Labi呢個人，仲會嚟睇下 comment 咁樣樣，係咯。然後我哋上年都有時會傾下偈咁樣，會員通話咁樣，整體都幾開心。希望你今年都開開心心啦。年頭生日，唔知你有冇覺得自己老得快咗？因為 Labi 係年尾生日啊嘛，12月生日，所以呢，有時會覺得自己好似會老得慢過嗰啲1月生日嘅朋友。唔知喺1月生日嘅人嘅角度係咪可能都會覺得自己老得快過12月生日嘅朋友咁樣呢？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晒睇到呢條直播點顯會笑在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，生活上嘅所有嘢都順順利利。